紧张，你有了，你已经有了。困的喂。哎，3个月了，有了。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你是从区间车搭到自强号了？那突然飙速哎。麻烦的搞分机了哦。你较强，慢慢轻麻烦嘛。两片都做辣椒我系。冇强用嘅用途，你们现在在 PK 哎？对啊，马上加哈。可以吗？我们等下看谁马上先钓鱼来。树林的朋友今天太有口福了，他们自己争取来的料理，这样他们一边拉二胡可以一边蹦剧啊，这个演习耶，让人开心。哦，这个样就不辣嘞。大学刚毕业就退休。刚才那不是你女儿吗？对啊，小小的那个，那小孙女。孙女，好嘞。然后大中小随。我知道。哎，谢谢。嫌我多余吗？它这个字条有一种法文感。不会让啲贵姓嘅下位多俩是公平咧。多奶咯，前后嘅料理节目。到底多奶呢？当然系多。一家之主。梗係當然啦。哎呀，今後到今後了的呀。係啊，很有問題咯。今日有一個問題，因為呢今日算是包場節目。哇，又係老朋友來了。今日呢，今日就係來自蘇林嘅客家鄉親嚟來包場嘅。嘿，聽埋叫做包嚟20集咧，你下第3集算係 Part 3啦，嗬。第3季。沒問題。樹林第3季。樹林篇呐。錯。真嘅呢，對邊都已經係太似個旅遊導遊哦，聯絡情感嘅合作才。錯，你下劇組大夫和香港哦，他們的 LINE 啊已經報名專線哦，前夫塞到嫩的塞車了。那這是我們很樂見的啦。歡迎抬槓，我們會播到第18季。要18年呢。預算呀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尊炳師傅。大家好，邊個好？大哥咧分享到係李志溜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溜。兩個好。馬上嚟分享到風吹沉水炸，係來自於新北蘇拿嘅一個表兄妹嘅李生哥、劉麗娟姐。歡迎。好，常常係來自新北蘇拿哦，佢就係顧所東哦，歡迎到係林麗鳳、余繼佳。來，今日你帶來乜嘅百寶箱嘅好東西咧？來，麻煩師傅。甜。唐公啊吼 ，Andy 李生哥呢非常厲害，你一定要對他 respect。尊敬一下。謝謝。我們火車都是要靠他的維護、維修。你漲火車哦？修理做漲火車。哇！漲喺彩天喜茶。哇！還可以肉師傅哎。漲喺犧牲眼。你下就你下功夫已經見到最少了。這是真正的職人呐。對。而且呢，佢平常時哦，還會機險呢，海險呢，還有挖土，多才多藝，又還會做菜。哈巴會。第一卷姐妹有機險的嗎？沒有矮險的嗎？有，沒有。好，小哥介金之後咧，完全就係攬出嘅吼。雖然強龍係攞隻新北蘇拿哦，還有買個好食推薦本大家。漂路短。它這個是有特別的滷包哦，對不對 ？No， 冇滷包，可以用乜嘅東西來撈嘅？醬油、糖、香菇，就這樣子一就做得安用。八個好了時候再用豆瓣醬。哦，懂體片了。咁除了肉嘅豆腐乾以外，你最厲害的是不是還有滷牛肉？很意哦，麗黃姐，那滷牛肉又厲害，厲害到什麼程度？秒殺。哦，而且今天算是矮咸台對戰啊，就是大家有個共同點，都是這二胡方面非常的擅長，對不對？但是沒有要比賽這個。沒有嗎？沒有。那他們直接轉過身來，咦？我們還是要打到菜你啦。好，我等一下給向前來挑戰嘛，有客製化一下哦。真的哦。好，回到蘇拿嘅朋友。很用心，故作呢 ，Andy 現在暖身一下，金航體育館嘅 PK 咯。向前來挑戰。第二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。
两片变数样，算来万人较厉害，请球技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。好，杜拜爱天嘅好朋友哦，我嘅向前来挑战哦，做得挑战成功么？8T 地陪度哦，有啲係10組 T， 有啲係客家嘅文化，有啲係客家嘅料理哦。我唔錯。唔過呢，有兩隊參賽者講一下，待會兩隊呢加起來嘅總成績啊，就會代表講師傅做的先幾道紅色菜來變化料理咯。好，做得冇？做得好。剪刀石頭布。好，咱出現來。树林跨過來，為你們客製化的，這一題錯了就貽笑大方了。就移居台北了。好來，看看新北蘇拿期呢做起生產太出哪一種天然嘅經濟產物 ？A 係潛水 ，B 係石油 ，C 係煤礦。C 太簡單，對不對？來看一下，第一題就係 C。哪一因唔地了，就是煤礦最有名啊！因為早期的時節咯，就是盛產煤礦啊，到裡下含有非常多的礦坑遺址啊，比如講前有名就係百年歷史以上的蓋蛋坑，它的煤礦產量係蓋量是有三大卡所謂礦坑之冠哦。而本年統計的時節咯，你看到哦，樹那裡下島啊非常豐富的礦產資源，所以就會吸引裡下嘅3家車站，三大卡3家車站來做運煤的專用車站。到裡下哈，1959年才封坑的哦。哇！哇！來，紅隊，我選哪一題嘞？紅隊。他們把最簡單的選擇。選丟丟誒。選丟丟誒，看一下。哈哈。製作題。這條因為呢，紅隊哦，2-3年底下派出一個代表，限時到1分鐘當中，切出15個完整嘅檸檬片，咁樣就算過關呢。好，然後呢，選丟丟誒那個檸檬已經來了，暗公我看麗娟姐應該是完全沒問題。她是這樣奶奶啊，會選丟丟的。對啊，她已經準備好了。 15片哦，好不好？我幫緊哦。 1分鐘哦。安全第一，來繼續搶開始。這樣回事哈。要挑5選哦，2片讀完又長又選哦。好，這現在目前都還沒有。這個算有了嗎？這個有了，這個有了。好，很好，2片哦，3片。對了，不能缺角哦。這個沒有。哎，我不又一片搬進來綠色果皮醬手袋。加油加油，寧可厚一點呢。對，厚一點。因為我們還有，因為你有用掉吧？對，還可以有另外一顆底。你用掉，我都切了。OK，你可以切另外一顆了。OK，順下來唔排。對。時間的一半了哦。可以大刀一點的1。哎，手袋啊！不要緊張，你有了，你已經有了。噴地位。哎，3個月了，有了。你已經有哎，做對的，唔怕。所以你再切幾片完整的來。哎，錯。慢慢來哦，盡量去倒轉。贏了啦，可以的啦。往前體接。成過呀。我切嗎？好了，好，不是倒轉，不是倒轉。好來，我直接數了啦。一位啦。我直接數好，1、2、3，這個有嘛？哈，有冇？這個沒有。哎 C， 好像沒有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恭喜！帶轉你4片，沒做的數，4片白啊！哦，恭喜恭喜！太厲害了！哦，藍隊要選哪一題嘞？呀，說客家人經典菜。Hello，下杯那個唔係客家西雲西炒，地度嘅嗬。第一個係芹菜炒挑布皮，第二個係排骨雲爐片咧，只係快菜炒鴨肉。熊簡單的哈，你兩個係客人嗎？是客家人嗎？可是你怎麼會知道？哎呀，我有一點點的客家血統128分之一。啊，那就算嗎？好，這是直覺嗎？哈，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。嘿，恭喜就係 A。你算係正經嘅客家人咧。樹林人現在是100分。係啊，正經嘅客家人哦，真會了解到底時溫時炒係嘛解啊？溫嘅意思哦，就是慢火燉煮啊。時溫哦係講溫狂肉、排骨溫菜頭、配湯溫筍乾、鹹菜溫豬肚。
四炒係嘛嘅咧，大火快炒，客家炒肉，豬葱炒薑絲，鴨籠炒韭菜，豬肥鳳梨炒木面。係啦，係啱用啦，外舌喺外地哦，很厲害。好，今日三下落本風吹。啊，还要选是吧？對啊。Q 彈的米粉。好，下半那種是不是地圖呢？麋膠原蛋白哦，麋哦 ，A 係豬腳 ，B 係泡沫米，C 係雞爪。我常你講嘅，你就別聽了。OK， 好。你對膠原蛋白很了解啦，哈。他比較了解。皮膚動攤嘛，用嘅，你下就攤上。好 ，B 係麼？哎，对 B。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！麗娟姐美容大王，其實哦，該通物長輩就在膠原蛋白，全部都有的是這個多糖體哦，還有這個水溶性的膳食纖維，白木耳菊有富裕衝動的兩種的成分哦。雖然僅係膠原蛋白哦，不過強調做的保養嘅美容啊，還有泵騰嘅體內環保、維持嘅控制，所以人體的最大工程之一，也就是白木耳哦。好，藍隊要選哪一題？安利不適合。你是說你們？來，是好。都是你們。35樣唔合適，老馬該叫下身呢 ？A 係魚肉 ，B 係柳丁水 ，C 係挑嫩。唔是係吧 B。我給你一個方向，不建議。代表講係總單，它還是可以這樣吃，只是目前你才該用熊下選。他說 C。好，哦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它是豆類，然後它蛋白質，然後地瓜葉有一個白色的漿，你說乳，它的乳汁啊，我覺得它不適合。哎呦，季佳姐感覺知道個什麼喲？來看一下正確的答案嘿。我們目前從來沒有人8題全對。對啊，他們要判中的。好，緊張的來了。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你是從區間車搭到自強號了。雕塑不用偏度走了，叫我係冇強用嘅用途。你們現在在 PK 哎。對啊，馬上下加哈。可以嗎？我們等下看誰馬上先掉起來。然後地瓜葉有一個白色的漿，你說乳，它的乳汁啊，我覺得它不適合。哎呦，季佳姐感覺知道個什麼喲？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嘿，恭喜朱漢詩，講到8項哦，8成對哦，因為哦飯少入地白毒哦，又有加草酸啊，草酸，那個頭能地白毒誒。鈣啊，還有鐵啊，會結合成草酸鈣，還有草酸鐵，嘅分子下提啊，所以對身體來講啊，係唔好吸收啦。所以建議哦，大家飯少入到頭年哦，其實唔太想頭年聽聽哦，豆類製品都冇強創嚟食咯。好厲害！好，你需要選哪一題咧？日本料理係最強。來了，你好是好。看哦，下半那種沙西米壽司嘅熱量最高 ，A 係三本嘅壽司 ，B 係那個拖羅嘅壽司，也係講那個下貢嘅壽司呢？應該是3分5鮭魚，拖羅油脂比較高，對，用油脂來以團，對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，嘿，恭喜！其實主要吼就係因為嘅油哦強到咧，我當然因為知道講哦拖羅啊，咁咩當提渣個經驗量係會清高嘛。其實電動唔會哦，因為鮪魚又號稱是一輩子都唔總得天塌落一個啊，它必須用高速的游泳，它才有辦法進氧，所以它的身上電動來講油下少啊，因為它一輩子都會潤痛。哎，好，恭喜！目前為止，樹林都全對哦。哎呀，我們目前從來沒有人8題全對。對啊，他們要判中了。好，緊張的來咯。對，藍隊要選哪一題？叫師傅出來好了。好啊，那邊嗎？不是啊，對啊，要叫師
傅出来是不是？不是卢师傅那边。必杀技。我以为我翻错嘞，翻出来了。好，叫师傅出来了。哦，是中题。好，等下男生要拍出一个快表来翻这个葱抓饼，翻死都30秒當中，做得飯都醫生唔下出身高關呢，加油咯！好，呢封機已經準備好晒了哈，勢在必得哦。係啊，做得好，給你哦，我們至少7題全對，好不好？係啊。我想說哪裡來7題？好啦，時間限住30秒，25下以上就當嘞。OK，好，我會幫你數數哦。好，其實請開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0。送节目组3秒呢，厲害！這塊葱抓餅可以請你吃啊！你是從區間車搭到自強號了？那突然飆速哎！還高鐵嘞！來，恭喜！太厲害了哦！跟跳白口天就快點了。哎，樹林人全對啊！哎，你們自己想一下。不行，紅隊啊，莫數你。全部一起踢了。最後一題啊，哈，來看一下，他講英語個，乜該煮人飯，英煮唔愛爛，係小水煮人飯，生米煮人飯，也係冷水煮人飯。冷水煮人飯，英煮唔愛爛。係啊，如果你講白係冇？係啦，嘛嘅意思啲冇？冇貨啊。哦，有道理耶。係啊，冇貨啊。好。一下吼，全台灣2300萬嘅觀眾朋友到底數哪個朋友敢為8題全部答錯？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太厲害了，樹林！哇，我倆批嘅意思係講哦，冷水煮飯哦，各炸各煮哦，伊咪唔會變腐啊，變爛體啦。倆二波嘅意思係講哦，長途摩托唔會有效果啊。哎，有藝術啦，第一句高興滿分的哇！等一下你們跟他合照一下。我們第7屆又11來提些白。可是師傅也要手力耶。對，因為有8個。8紅東西。8紅全部上啦，全部上。等下看天然而乖乖。應該看得到嘅都可以。你們把不要的拿掉，好不好？卜卦。莫呀，卜卦也調對了。這個要了，要，好，那卜卦。要。這個真的要。乖乖。哎，來，沒關係。一孖卵係嗎？中來啦。卵。7。糯米椒。冬菇。 6。 7。好，韓劇我。 8。好。哇，8紅。這個要煮幾道菜2道。好，2到5分鐘哦。 8紅誒，5分鐘。好，邊個一道我一道。好，互相聽笑一下。好，觀眾朋友們來雌雄看下咯，看下師傅用嚟做變化咧。師傅上菜了。 一個有史以來呢，就見到8紅色菜。哇，師傅今天呢做得做滿漢大餐呢。今日按多樣食材咧，所以我兩三幾天呢做2樣菜色。哦，開拖出嘅名咧做很多棒椒嘅雙味拼。哇！主要呢係前頭呀苦瓜，嗰日乖乖，嗰日鹹蛋，嗰日蒜苗啊，由苦瓜炸到皺嘅種咧。去炒皺嘅煎晒。哦。啊，葉片呢？ 盧師傅入邊會留辣椒嘅豆腐，嚇，嗰個香菇，如果留豆腐又香在香菇蛋糕，啊，就會炒出醬香味嘅一樣菜，所以幫助下。好麻煩的搞半機了。因為比較強，還蠻輕麻煩嘛。然後呢就開始先來處理啊，切菜嘅部分啊，加緊濃先，水腐嘅，切嘅因為佢較腐毒嚇。 我來切當泡花，因為炸棗嘅嗰種誒，唔係一般嘅鹹蛋苦瓜。哇！我甘蔗樹那嘅朋友請大家學澎湃哦。要個豆腐啊，然後阿倫先來調麵來，之後做啲餡料，等下會用到嘅香菇底部。
师傅哦，这真的是蹦酒菜耶哈，哎，蹦酒菜。那要蹦什么酒好呢？薯拿酒啊，弄做的。胡椒粉，然后表就湯嘅就燃。好。基本的原料，鹹卵啊，這種歌在處理，鹹卵的部分。一張青後要出油。對，出油的。真的，哎，好等你就講咧係前後嘅，要前後要出油啊。有很多被我誤會，他就已經去到那個木柵焚化爐。我一出油，但係我對，不要講前後啊。超要中。你博客你講你一丟鐵，你想講擺鐵咧？油啊，擺鐵。用聞的啊，做油鹹到我做到出油嘅，算係定變較好嘅。因為變到變相機會出油嘛，也係自然。唔係一出油嘅。做好就有誒。天然壓落咧，品質要好。哦。天然嘅溫度要控制好，嗰個鹹度要控制好，等於幫它出油。唔係特別鹹暖就會出油。而且唔係講冰到耐就一定會出油，不太可能。品質唔好嘅冇辦法。應該係沖咩？轉呢？蒜白，再給糯米椒。你有冰落去嗎？冇，睇下。去炒冇被排色。哦。啊，兩片就做辣椒係冇共用嘅用途。你們很像在 PK 耶。對啊，馬上下加哈。PK 嗎？我們等下看誰馬上先釣魚來。看兩個師傅用下做出來很過癮。你個部分啊，食菜都會切挑切絲啊。係，我一片係片哦，用嘅片呢？哦，這個厲害了。香菇，對，料，哦，我好一些，差唔多去填落去。這個一口。盡量片片係嗎？誒，盡量片片。啊，我一片要切蒜苗絲哈，大家老一邊用下炒誒。哇，這個香菇看起來非常好吃。等下那是煎的嗎？等下混下一鋪。鋪，哦，那它不會散開來？要混咧，出嚟混醬到呢度。包裹起來。然後要副瓜啊，切片切好，還加一些酥炸粉，炸味。好，也唔都是用嘅嗰種嘅膠啦，就係做。溜溜開下。本期有些款嘅都要副瓜蛋糕，油溫差唔多都80度左右嘅。低溫哦。唔好聽過會一開始，咁慢慢的煎炸，慢慢煎炸到種餅嘅樣嘅。慢慢係講5分鐘，也係50分鐘。差唔多3分鐘左右嘅。咁愛見調個溫度嗎？愛，隨時看嘅咯。愛見看。師傅，你用安用嘅副瓜是也是一樣可以用氣炸鍋？會不會比較快？沒有辦法。它需要油大量。一定要用油慢慢的去炸，而且溫度都唔得一下跳高。哦。等佢慢慢的炸，我也油開始較硬嘅。因為粉愛燒雞嗎？粉一直嘅酥炸粉，係酥炸粉叫水，係幫佢啲濃稠嘅，用那筷子滴，因為濃稠有拉絲，係你入法度高度你係筷子蛋糕是在代表用地下嘅。然後一片先炒一下鹹蛋。好。一副瓜差唔多啦。師傅，像個大白嘅乖乖呀的軟體咧，就可以用這種方式讓它起死。等下我回溫，回溫。像要不好嘅，等下就會回溫嘅。乖乖本身是油泡嘅哈，油炸的。是哦。好像是哦。要熱量前夠哦。係這樣呢，就可以留起來。它做嘛炸過就不會軟了。因為油去搶佢嘅水分啊。搶佢乖乖溫軟就可以俾佢水分。了解，不過師傅真的是很有效率又很整潔，而且考不倒他們呢。哦，8項嘅食材有點都比1-2項食材還難哈。俊明師傅，啊，俊明師傅有什麼東西星座在處女座嗎？冇，他這個是職業病。這是很好的習慣呢。精力強力。對啊，真的嗎？對啊，一直在收拾啊。是啊，又幾多了哈？又幾多啊？樹林的朋友今天太有口福了，他們自己爭取來的料理，這樣他們一邊拉二胡，可以一邊蹦劇啊，耶，讓人開心。哦，這個量就不辣的。
大中小随。我知道。哎，谢谢。嫌我多余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一直在收拾啊。是啊，又去倒啦哈，又去倒啊！哎，你放落去的时间咧係雞面。用下，cái又闻咧，对不馅料会朝下，朝下。先给它封口的概念。我牙一边先炒了，好，羊牙咸蛋黄炒香诶，啊，要加炸边海伊，哦，那很好吃。过呀，蒜苗、辣椒丝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係香菇做乜嘅？冇兩面都。其實吼，粉啊，伊有咧學細類，我應該做大類的時間吼，那意思會讓咧蛋糕的部分啊，會切發，切發的時間是末份就分種，末份就分種的時間吼，伊鋪落是會凍醬。那師傅你要有紋呢？即其實差不多學夠分掉，差不多160度、180度咁樣。所以現在主要是上色。呀，盧師傅也偏要炒醬香誒，調油老糖誒，嗰種小米誒。調油老糖就會醬香誒。好，來調油粉哈。哇！我水。好，魚。哦。水。羊啊，要炸好誒哈。哦，快速過油。沖落去。哦，哇，哦，當像麻椒呢，千萬不要。好，那糖落你來上切切啊。呦 ，OK， 很療癒的聲音。好，樹林的朋友今天太有口福了，他們自己爭取來的料理。那他們一邊拉二胡，可以一邊蹦劇啊！做得咯，開始做拉了，拉二胡了。這是拉二胡誒，帶煙的哦。唔知裡面有帶人哦。來，哦，凍夾哦。啊，我是各位料理耶。等一下，我去買麻椒哦。好，你生意賣啊？等下哦。好厲害，這個桌面乾淨程度值得一個掌聲啊！像雙人的花式溜冰啊！花式溜冰，好，鳳椒的雙味拼，按鈕去後勢嘍。本厨是一個中場故意。哇，厲害！哇，把紅色菜做啲變出來喲。睇緊入到喲，紅色菜哦，將你眼力蘇奶朋友，太看了，吃吃看。而且這是蹦劇菜，為什麼？因為要慶祝你們史上第一個滿分。對，顯色副瓜嘛。好。個條感凍好耶，而且完全不會苦，凍好吃。苦瓜都豆勁炸絕配。完全不會苦哎。那乖乖也好厲害哦。咁呢乖乖做咧用做飯堂哎。啤酒。真的要啤酒。知道細罐毒會講出來嘅。這個香菇會有點爆汁爆香。我現在有失去啲啲寶媽嘛，有挑夫，還有馬卵，皮蛋，馬卵，魚蛋，哎，不用落去用啊。油是多油，油哈，會爆漿哈。當高米啊。也幾好，做得成周後啊，一邊以前你家哈，就做得拿來酸茶蹦酒色。都不卡做得成周後啊，這冷的好吃嗎？冷的也 OK 啦，但是副瓜它可能就會變軟。再用氣炸回炸一下。苦瓜好食。
爱天的细节的分组嘛，都是分组练习。对，你有练习的细节，他们这边就是细节。然后摆蹦就唔但像做的是蹦板跳听听的啊，就行嘅现在安尼。好了，啊唔过呢，讲真嘅呢哦，你们唔要落蹦就诶，你们头前呢算是平手啦。赌富兄还有分呢，所以4比4，啊唔过都在给你数养黑那种版人呢，为了表一下，马上来今下最关迷馆嘅挑战。做下练功夫，真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卤菜。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会前面呢。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来到最杯迷馆呢，唐讲呢，你苏拿嘅朋友唔但唱会爱甜呢，会唱歌，会比赛头脑又好又搞会煮菜。哎呀，今天带来嘅菜啊，都系客家嘅经典哦。唔错，先来问一下，风吹带来料理菜名系乜噶？竹虫炒姜丝。系么？这个就是正统的客家人讲法，唔系讲姜丝炒太虫，这个就没有正统。对，竹虫炒姜丝，认真。刚要竹虫有先处理过冇？有好强了哟！有哦，通过啊，有先通过哎。哦，拿出还要煮出，连客家煮先批到，就会红起来。为了煮下色安尼咁讲安尼。老太太讲一下，最杯米馆有信心吗？有信心。加油加油！好，稍後來看下咱處理一片哦，帶來嘅咩係經典料理，係乜嘅咧？菜名按到鹹酸甜，鹹酸甜。又豬肺，又鳳梨，又木米。No。牛肉。是牛肉，因为立功姐会弄牛肉。对啦，用果嘅，所以是经典加上创意。好，最每一罐的哦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一家自主的奇迹。什么？2片都会慢粉自助嘅慢粉。用足是粉哦，好不好？我们都10款啊，7款啊，最每一罐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苏拿朋友太强，加油喽！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唱开始喽！走得快起了，走得，来。好，你係乜街？鹹菜。買二西啊嘛，你喺貼片去買嘅。買嘅。貼片去買嘅。係啊。試過有味道嘅。係啊。你係乜街啫？嘅豆腐魚。竹蟲炒姜是不留豆腐魚哦。係。都有一種嘛，豆漿。哦。呢個仲要係用在豆腐魚嘅那種。不過你微信跟用我安排哦。丈夫茶是什么呢？临时抱佛脚。临时抱佛脚。临时抱佛脚煮菜。这是正常的，因为你平常会做黑太司机。对啊，太专业那多了。还要维护大家的交通安全。你那个功夫哦，还有人家吗？有啊。冇人接咗，睇下冇炒好數。炒。因為係另外一個師傅來講啊，咩你下台灣有這個專業科系。台灣專業，台灣啲專業。工廠睇下啲工廠睇下學下。傳承啊。係啊。要教嘅土地嘅。係教土地。係啊。肉嘛有2種。對，2種。嫩姜以及肉姜。已經有2種，兩碼姜下。不過這一道菜哈，係客家經典啦。係啊。像布卡斯都睇嘅竹蟲炒姜絲嘅經典，係用版型嘅。竹蟲炒姜絲嗰都炒嚟冇香椒，香椒撈要會落嚟，會咬邊。會香煙。係講平常布卡斯主要搞一嘅黃頭醬啊。樣嘅東西。國威唔重要，國威黃標嘅東西。那還有哪種誒？除了講頭醬啊，還做啲標嘛嘅？其實辦好多是用頭醬，我是用啦米醬，你係講米醬。米醬，有得講米醬。係啊，你係米醬啊，頭醬哦。好，你係家等下都上來哈，先皮料哦，先無限哦。好，謝謝。來，萬一良在主場呢，換你們的主場啊！耶，讓人開心。操，這個量就又辣嘞。
还有个妞妞冻酱哎，那是什么部位的？板腱。哦。发现丽凤姐是不是听不懂客家话？她都微笑以对啊。对啊。她这个招牌笑容维持很久了。这个俗称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你认得他？可是丽凤姐，你们哈赶紧有没有蛀牙出来？因为这是客家经典，虽然我们不是用牛肉啦。因为刚以上是中文。因为我们在外面的客家餐厅啊，很常吃到这道菜。对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用的牛肉，是因为让这道菜再升级一点，特别不一样。小朋友喜欢吃。因为吊牌就等于感谢祝福。不过话讲回来啊，你们有没有全部这么喜欢辣二胡？哎呀，嗨，这个是你们的退休生活吗？对。哇，闲这么情雅致。年轻就退休了？对啊，大学刚毕业就退休。刚才那不是你女儿吗？对啊。小小的那个啊，那是小孙女。孙女，阿婆嘞。对，是你女儿阿婆。好夸张哦。树林真的很冻龄哎。说哪来哈赶紧都嘛？我的周边都是啊。真的？你在哪里呀？因为我们是客家乡亲会。那我们哈赶紧有没有赶紧哈赶？对啊。还是你嫁给客家人 ？No。我俩切的香脆的安豆。好香哦。对。好，快洗哦，快洗哦。凤姐，你牛肉要抓粉吗？对。这还有一撮哦，没有，我要放着，我加最后装饰的。牛肉要腌料了吗？你要是生牛肉吧？生牛肉，我只是让它抹一些粉，让它有点固定这样子。我全下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全家了，全家了。他是季家，他是季家，季家。好，我们先勾一好吗？先皮料啊。开火了，切了。哇，你那片面秀都冻墙里哦。汗水冻香的啊。好香哦。哦，又超多哈。哎。这是最小火。OK。好。你要大中小水。我知道。哎，谢谢。嫌我多余吗？我知道。他很害怕。很害怕，我跟他调整火。他很害怕。你给他好200哦，要中大火。对。好大场就是要标签对吧？我只要前面一点来感应得到。刚刚说的吃鱼头哦。我在这酒红牌大师，我也是红牌大哦，树林的红牌。它这个比较有一种法文感，你老弟贵些呢，还会多20公克嘞？有切吗？有啦，有啦，只是说没有。是果胶，果胶啦。我在这酒红牌大师，我也是红牌大哦，树林的红牌，红牌啦，红牌大师酒，你讲做胖哦，哎，这个是酒，做烘焙面包那要算死哦，要算死来吃。哦，要用这个，要等一下，那个最后才要放，快好的时候才放。对。所以丽佳姐，你走胖还走哪方面呢？胖蛋糕都有。哦。胖蛋糕，现在会变台客哦。他意思说烘焙面包、烘焙蛋糕都有了。对，好喽，算死了，不用爱嘞。这个灵魂呐哈。小唔得啦。我们这边已经要好了。会好嘞。等一下吃剩下米粥，张哥爽走哈。对，好 ，OK，好。你哦，大家都俩刀看一下。哇，现在是中火。凤梨要超高哦。一定要炒了。2位也是烘焙老师哎。哦，没有。有切吗？有啦。有啦，只是说没有。它是果胶。果胶啦。哎，对，因为它对粘在一起的啦。感情太好了。那你们怎么想说用客家经典料理来参赛？因为这个天气很热，而且现在是凤梨盛产的季节。猛梨，董旗啊。哎，那凤梨
季佳姐哈不买咖粉哦。对，它这个客家有一种法文感。对，你老给贵生嘅哈不多20公体咧。会讲的都讲了，我讲了就讲。还要帮你有等到，要等到它这样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快到了。好，赶快，今天没到了。你怎么突然吓人家？要停下来嘞。呢啲用係嫩姜嗬。嫩姜。應該發現到兩片係蒜冇平用嘅，你要不係係天然的雷夢水。可是因為傳統好像真的會比較要注意，你看好幾組做，黑黑哦。好，我們先去倒數了哈。加油！現場馬上來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來試試看下最關鍵一關，那部卡米西卡慘掉咯。來，本期來個掌聲鼓勵。先別做哪個後面西，全部都那樣，偏酸。樹林的味道偏酸，不要吃這個呢。很好入口哎，酸。哇，它的豬腸我喜歡。凍嫩。唔會黏黏，而且不會塞牙縫。錯，而且cái蒜頭哦又đủ紅，很推薦。但是你要崩盤些。大槍是啦，天然取胜，會甜鹹，但是崩盤些嘟紅。米生總吃牛白。就的。酸到心坎里，酸到心坎里。徐多公怎麼樣？好些的。你剛多嘞。丽凤姐，你可以講中文啊。我跟你講哦，好吃酸，懂好些的。不可能，中文也只有3個字哦。中文也可以3個字嗎？好吃，对，酸，对，酸。好，哦，多了一個鹹。哦，這很經典的饃頭啦。大家好，客家嘅現象當中，都會有一種回憶。好，撒點下來，完全就係南水嘅鹹酸香料。來，試試看那南水咯。而且是改良版的哦。還有板腱牛肉哦。哇，這個茂密。有酸嗎？沒有。因為好些牛肉。涼牛肉又非常的嫩，因為它有先裹這個粉。呢啲會酸哦。係用鳳梨還有檸檬水，最天然嘅蒜，非常嘅順口。想問一下，麗娟姐吃過牛排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啦。對啊，一港米哈。係啊。兩個阿姐呢，覺得自己做得怎麼樣？因為剛剛先吃這個，太比較味道比較重，所以吃了這個就比較清淡。但是我們以天然取勝。因為我哋舉到講呢兩屆哈，都客家基礎當中做一些創新的火花。然後電腦台在推廣起哦，本客家島嘅客唔係客家人嚟啲哦，原來客家料理就聊到嘅形式的變化，係形式嘅變化。嘅挑戰哦，哎呦厲害咧，4比4，有史以來嘅前高分，到底會不會創造奇蹟？稍稍來看。變種料都帶，今年嘅成績我係200年呢。師傅啊，跟頭前時都是4分滿分哦。風吹搶本不輸。888，稍等好了，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。邊個來公平哈？兩片伊川又做出一家的沒有，但是有點小小的建議。這片伊係到咧หั่菜的部分，伊個又不用หั่菜，又不用咧調醬，所以變到หั่的部分變到好多咧。啊，หั่菜安尼係走真好多啲水了，冇說講切好油掉。呢個หั่菜切落像薑媽絲樣，你唔會食到嗰一啲หั่菜就凍หั่。然後其實痔瘡處理到以後，是正常的หั่土的部分。這邊也正常的牛切的方式方向好唔錯咧。因為你切到緊啊，了強片的時間，你凍鵝是不是食到較緊？板腱牛肉呢部分其實凍鵝會容易挑緊，所以你一定要切摸，留意摸強落嘅方向，去切很緊。你食落要หั่好嫩樣嘅，哦，梅頭夠要國家係新鮮嘅梅頭，放好。好，我2個來分享下。差唔多兩片的問題就會像甲
斌哥讲的一样，鸦片就会其实整体味道不算是太咸，主要是吃到后背那个含出来香这样而已。哎，所以说懂大肠，因为你们的大肠处理的懂好，哎，懂好懂切懂多难的。啊，鸦片南吹呢，同样就是牛肉，我觉得处理的不是很好啊。在除了切以外，这板腱这个东西，你如果要切那么厚，基本上你要么就是太薄鱼，要剪一下，然后去恒温去慢慢的烤皮熟，啊，这是一个方法，它才会嫩。第二个方法，你是要用炒的，但你又切那么厚，那就是只能热锅冷油下去。慢慢泡到它要熟不熟的时候起来，然后你再炒一下含酸甜的时间，都一炒就不会熬起来安比较偏硬一点点哦，这个是我这边扣1分的原因啊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小技巧真给我 hold 起来，才有办法透过上节目让料理再升级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成绩已经出来的啦，等一下马上来公布来颁奖喽。下一个送上，哇，恭喜恭喜！有史以来第一版呢，都要给第一关我们9宫格当中呢，2组都是满分，而且呢2组都黑一路发，非常吉祥的数字都黑第1名。恭喜！先来恭喜凤姬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。恭喜！哇，树那朋友吼，挺厉害咧，咱这俩刀咪系1500块嘅加彩金，平手总冠军。马上先来问一下维生哥吼，你是我们的新北树林的客家哥。对。对啦，要不要来参加嘅新店样板啦？大家分享一下好冇？感覺一擺來下節目當好嘅節目，希望下一擺有機會再過來。下一擺剛你要過來哦。真係。維生哦，今面哦，漢媽哦表現出了所有嘅菜哦，他的才華。他牵着宝哥，他又抖佛叉挑，展他的这个水墨画作，山水画，哎，对啊，坦白带来分大家分享。真嘅，是份有才钱的维生大哥。没哪里。真嘅，安子生给你来哦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丽娟姐妹老太家分享一下这次参加心得好吗？懂开心，非常很开心就对了，开心成这样，很好玩，很有意义的那个节目。对。哦，通常大家会说很紧张，很少人说很开心，代表你的体质很适合上我们节目哦。下一次要常来。OK， 谢谢。好，撒哈喽，丽凤姐，今天参加有没有什么感想？紧张。到现在紧张。我跟你讲，再10分钟就下班了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？很开心，对，而且大家都很好，服务人员、工作人员都很好，也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学习到很多客家文化的一些菜肴，还有一些尝试。对，也感谢你们透过你们的视角，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客家新式的火花。谢谢。好，荧幕以盖哈，今天的效果担当季佳姐，不容易啊。我觉得，如果我来这里，最多的收获就是我来学好法。我尽我的最大的力量去学好法。但是我不知道效果这么好，所以大家要一起来学好法。用自家出发哦，我觉得我们季佳姐就是最好前后嘅代表，感谢你哦。这个哦，第3年4天哦，讲开始哦，领袖哦，南福局啊，那么多安好哦，很有诚意。对，不过呢，真正总感谢你新北苏娜，你2湖班的朋友们，按劳你充实，因为不止你们来，还有加油团呐，感谢你的啦。那拜黑公真正来，尤其比来的话吼，过来的话，过来爱现的问下谈啊，系啊，过来赞春也给发问下看看。哎呀，苏娜朋友吼，抱团来提3摆哦，韩国期待哦，大家做得有 Part 4第4摆哦，撒来报名参加哦。依家资助等你向下主吹来参加咯，你下礼拜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恭喜恭喜。